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欢迎收看福气乐业。也什么呀？我刚刚自家真幸福，用办公咧，你看睇按手的南部啊，打开冰箱就有按到好吃的水果可以食，是唔是真幸福嘅事情呢？不过按到水果地杯啊，高本係最好嘅還係嘅食烘嚟，真甜真甜，看烘嚟叫風等一下嘅煙霧，也係會酸果咯。不過講到酸果啊，大家一定聽咧面到講，哦，喺屏東嘅林邊生產幾多幾好食嘅酸果。不過啊，睇其他隔壁嘉東其實也種有幾多好食嘅酸果哦。今日我哋特別有請到在地嘅好朋友嘉東農會嘅林總幹事同賴大哥來到現場，同大家來介紹嘉東到底生產那條好食嘅蓮霧、酸果同佢哋嘅品牌會唔會精彩故事哦？我哋馬上來歡迎佢哋吧。首先歡迎我哋嘉東農會嘅總幹事林總幹事。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嘉東農會總幹事林淑玲。今天很開心有這個機會來上節目，那為大家好朋友們介紹我們嘉東很棒的產業黑珍珠蓮霧哦。好，我等下總幹事就聽你們的故事咯。接下來呢，也係我哋嘉東農會嘅賴大哥。主持人、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嘉東農會農事指導員賴延福。今日同歡喜來到也現場來同大家分享。哇，歡迎兩位來到現場，真歡迎看到兩位哦。不過啊，像我請教兩位一件事情啊，就是講我哋食蓮霧食酸果嘅時間，然後聽到人家講青島嘅品種像嘅烏珍珠啦、烏金貢嗰度，那還有看過親戚配的像暗松、暗太粒嘅紫檀型呢。到底我哋嘅酸果有哪條品種可以請賴大哥同我哋介紹一下嗎？蓮霧呢，我哋也有分做3種品種，一種係南洋種，一種係泰國種，一種係印尼種。南洋種呢又分做烏珍珠同烏金貢。烏金貢係我哋烏珍珠嘅芽條變異。經過農業改良廠同園藝實驗所嘅博士品評，改良品評，成為一個新品種。因為伊個粒頭比烏珍珠個大，有人含到講烏金貢。迄個種呢，一般我哋第一有迄講呀，攞杯皮傳的呀，子彈蓮霧同呀飛彈蓮霧，因為伊個顏色過鮮豔，也過重型。就最常看到的都野山的品種了，知道嗎？還記得還有喺市面上看到其他種的哩，總幹事你底下嘅其他種的係哪種品種嗎？對啊，就是剛才仁豐介紹的那3個品種是我們在市面上常看到的。那現在這差不多這2-3年來很夯的哈，那現在內外銷友都有在跑。就是我們說的一個叫香水蓮霧。因為它吃起來為香水的味道，所以我們都吃那香水蓮霧。但它有一個很可愛的名字哦，因為它很容易就像我們的巴掌這麼大，所以我們的果農喜歡稱它叫巴掌蓮霧。那反而巴掌蓮霧比香水蓮霧來的好叫，還比較有名氣哦。那它的特色就是它很容易像巴掌這麼大，所以它特色果形就很大，那吃起來就是甜脆。那像目前國內市場很夯，那我們外銷市場也蠻夯的。這個就是說目前在市面上比較是除了已經在取代過我們的那個子彈型蓮霧。那子彈型蓮霧剛才仁豐也有說到嘛，子彈型蓮霧它有一個很好的特色，就是它天生就是胭脂紅，所以剛上市的時候它還蠻受消費者的歡迎。那一般消費者對蓮霧的印象就是說紅就是好吃嘛，那其實也是啦哈。一般來說蓮霧就是顏色可以去反映甜度，所以剛上市的時候子彈型蓮霧還在國內市場還蠻不錯的。但它就有一個不大好的地方，就是說它很容易裂果。那如果蓮霧只要一裂果的話，它的市場就銷售管道就會比較不好，所以慢慢的就比較多果農就認為說在這個領域比較賺不到錢，所以紛紛就已經都轉種其他的一個品種。所以就是這個子彈型，這個巴掌，剛才我說的那個香水蓮霧、巴掌蓮霧，就是慢慢也把取代到那個子彈型蓮霧，取代到它的地位這樣子。我第一擺看到嘅巴掌嘅酸果有冇？就因為它小小的，其實細粒嘛，我覺得人家嘅農民係拿嘅含錢小嘅酸果出來賣唔點喎，因為其他巴掌蓮霧其他色成有某一天係紅嘅。它有可能就泡泡，有點帶綠色嗰種嘅。我就想過奇怪，用你拿嘅含錢數可能
跌下來嘅水果出來賣，結果佢講唔咩，佢也嘅係人家巴掌新嘅香水蓮霧。我哋想講，哇，原來人品種水果嘅品種有按多種，不過按多種嘅品種嘅水果啊，佢釋放來嘅味係係唔係都差唔多啊？因為感覺水果都係釋放來甜，清甜嘛，啊又釋放來清，很脆，又有清多水分安尼。巴掌蓮霧，如果說以口感來說，那黑珍珠蓮霧是一般我們所有的消費者最喜歡的，因為它酸酸甜甜的，吃起來就蠻細緻。如果說以我們佳冬蓮霧來說，它就有這樣子很棒的一個口感。那黑金剛蓮霧它的特色就是說它很大顆，所以它賣相很好，然後它整個吃起來的味道跟黑珍珠蓮霧是差不多，只是說它的顆粒比較大，然後整個一個賣相，整個一個經濟價值還蠻高的。那個巴掌蓮霧，它看起來雖然顏色沒有這兩個顏色那麼的漂亮，但它是就是比較，它沒有一般傳統蓮霧的一個果酸帶的比較重，然後它就是整個是甜脆，吃起來很多消費者他反應就是說，像吃起來就像水梨一樣。那尤其它有一個特色，它要冰涼以後會更好吃。真是的，總感是給平常後拿出來的水果啊，有時間沒注意到啊，一類人士就可以吃一大盆呢。主持人你放心哦，你吃一大盆是正常的，因為我們也都吃一大盆。那其實蓮霧的熱量蠻低的，其實吃這麼多的話會消暑，但是不會影響你的身材。哇，真是的嗎？哦，它還是可以風行，我可以吃到2大盆都唔怕。啊，你總感是繼續同人強調一下哦。我們水果用板去選個好吃的、好吃的水果，用板來保存呢。對啊，挑選蓮霧真的是一大學問哦。其實是我們是產區嘛，其實我們覺得都很簡單。那大部分的消費者就覺得說，其實都常常問我說，總幹事他怎麼樣挑選這個蓮霧啊？那我只能跟你這麼說，就是說蓮霧你要看它的表皮，你就覺得它是一個成熟的。就像一個熟女這樣子也有成熟的，不是那個18歲那個比較幼氣的那種感覺，就比較成熟這種感覺。然後它的脊部就是顎的那個地方，它是要比較開的。那還有一個撇步是我們的果農教我的。你在那個脊部裡面，你會看有看到一圈的紅圈，那表示那一顆蓮霧一定是超好吃的。一般來說就是這樣子的一個認定去挑選蓮霧，應該是沒錯啦。就給它表皮面紅寬紅來都金金，然後某一天講會非常的亮啦，會有這種金金的有成熟的感覺啊，有粉最後會粉到吼轉糊的這種，對啊，然後師傅從看到底部有應該講我們講裂開啦，不是裂開，比較開，佢上一個開啊，底部有一圈嘅粉粉嘅，就會好食的水果。好紅嚟有安尼嘅階段，安尼人哋賣過來，我記得有時間因為人家盧卡丁嗰度可能吼一下都適合的，人家冇按到嘅，人哋水果用板保存會保存得夠久的。對啊，如果說你蓮霧買回來，你不要馬上去，如果還一下子沒有辦法吃完的時候，你可以先把它用一個塑膠袋包起來，好，然後外面再放個報紙啊，這樣把它稍微有一點隔絕，隔絕有水分嘛，那你就放在我們的冷藏裡面，那其實可以放蠻多天的，以這樣子我們測試過啊，1個禮拜以上都還可以哦。原來係安尼，因為人哋盧卡以前在保存的時間冇注意到冇用嘅報紙嘛，有時間安尼變入去冇2-3年，沒有2-3天，佢都水都爛爛的。我想說，奇怪用板會按呢，我買過來新凍漿啊，結果含前濕度啊，都佢都壞下的，然後用報紙吸收佢底部嘅水分，那唔會空久嘅爛，好冇？原來安尼，你來睇過，我哋家中這邊有種安尼水果，種的面積有太多，它有個有100的呀。之前也係10幾年前來講，它大概有500多公頃。500人公頃哦，哇，按多呢。更加來講，因為蓮霧來講，伊嘅栽培方式夠麻煩，農民更加年紀有嘅過大嘅，無法度做，更加差唔多400公頃左右。有個小嘅是，唔過行係有400人公頃按多啦。唔過總歸是，安尼也個部分啊，人哋。按到一個水果來講，家中係唔係有親適合嘅地方可以種入嘅水果，冇用嚟種到按到咯？
对，其实早期的嘉东它是一个水稻区，那差不多在民国70几年的时候，跟着政府的一个实施稻田转作，那整个就是转作成一个莲雾这样子。那其实那时候为什么会转作莲雾？其实嘉东这一个地方是蛮适合在种莲雾的，我们都知道嘛，嘉东处于在台湾海峡旁边，它是一个对，它是一个沿海地区的一个乡镇。那加上它的一个土壤是一个黏囊土，那加上我们南部本来就是阳光很丰富啊，那地下水很丰沛啊，那再加上因为是一个沿海地区嘛，那其实空气中都有很多的一个海味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其实嘉东的一个地平面其实是有比海平面来的一个比较低，那我们都知道嘛，初一15都会涨潮，那其实平常就会有微微的海水会渗透到我们的土壤里面去，所以嘉东那边的莲雾都特别的好吃，就是这样子。所以刚早期的时候种莲雾我们的果农还是收入算还可以哦。那是因为现在就是因为极端气候的影响嘛，那寒流啊、台风啊，都会间接影响到莲雾的生长的一个情况。那只要说这2个航海有进来的时候，那莲雾可能就收成就会降低。那也再加上近年来果农的年龄都比较老化，所以说莲雾就稍微有被转作没有种，就是往其他方向去做。所以现在目前嘉东的莲雾从早期的500多公顷到现在剩400公顷左右这样子。观众朋友，谈到鸦片张底下讲，原来我们水果有很多的品种呢，嘉东的水果也还是海水态的，故所长会很好吃的。不过我们嘉东的水果到底特别还有特别在哪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过来哟。上一趟我们讲到莲雾水果到底有哪条品种，也顺便认识讲的水果样板种出来才会种得很好吃。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请教总干事，到底我们嘉东农会鸦片的水果是有哪条品牌、哪条故事？总干事，我们嘉东种的水果啊，我有看到我们嘉东的水果有啲品牌，可以请教我们来介绍一下，有个品牌到底是哪个好吗？好，我们的莲雾的品牌叫透红佳人。那为什么会取叫透红佳人？大家都知道嘛，很棒的莲雾就是它的身形是玲珑有致嘛，果形很漂亮，然后再加上好赞的莲雾，它就是整个是一个透红的一个颜色。所以我们当初要为这个莲雾去取品牌名称的时候，我们就用拟人化这样子，把它当作是一个美丽的一个佳人。那加上我们嘉东有一个佳字，所以我们才取名叫透红佳人。就拟人化，就像一个美女这样子，玲珑有致的一个身形，透红的一个颜色，白里透的一个颜色，就像一个很标致的一个女人这样子。所以我们用一个拟人化的这样子的一个名称去叫我们的品牌名称，叫透红佳人。真是呢，总干事安尼讲啊，俺们都面到讲，真是看到个水果其他丰富，就亲像俺们一个讲的什么的，做顿个丰富的碰圈安尼个用的，就嗰时候就有一个品牌名嘅出来，透红佳人安尼。不过透红佳人一个品牌推出的时间係乜嘅時間啦？这个是在要回顾到很早以前，就是在民国89年，那时候就我们的农委会，我们的主管机关他那时候就是为了要提升国产水果的一个质感，就是让说一般的朋友啊，他如果说要送礼，一大部分都会想到说要送进口的水果，那其实台湾的国产水果是真的都品质都很好。那我们怎么样让这样子的金字塔的5%这一个区块去做它的另外的一个分级，然后去创造它的一个整个一个价值感出来。所以那时候农委会开始在推的时候，它莲雾就是它选择的一个品项。那嘉东这么棒的一个莲雾，当然就会被我们的农委会给选上了。所以我们是在早期那一年开始就被农委会选上，说去做这个
品牌的一个水果的一个辅导。那所以说是从民国89年开始。那我们差不多在民国92年的时候，就认证通过。其实我们透红家人是经过认证通过的，的一个品牌。认证是嘛个认证啊？就由我们的主管机关农委会为我们的一个这个品牌去做认证，然后成为一个透红家人。它不是说每一颗都可以成为透红家人，它一定要有一定的甜度，那最起码要11度以上，然后果形要完整，你不能有瑕疵。那整个的颜色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红色，那当然是要经过健康管理。早期是因为是在辅导吉原谱嘛，所以那时候都是要吉原谱的一个认证通过的，这样子的一个差不多只占着每果农的差不多的一个产量的5%，就是金字塔这一块，这样子去才能成为一个透红家人这个品牌的一个标准。就会讲，一个认证就会一个品牌底部的选果拿出来，一定是动奖、动好色就错。对，可能100底部这样有几粒的可以先做一个品牌底部的选果了。对啊，是没错。哇，安尼选好来做一个品牌，实在打出一个品牌冇简单呢。安尼来睇过，能做一个品牌的时间，係唔係动辛苦啊？因为能做一个品牌之前，大家一定会想到讲，加动之前一定会想到另边嗰片的无珍珠嘛。能才打出一个品牌，有多多嘛嘅困难冇啊？想到要叫字哦。啊，真是的哟！安尼讲，米神最先拿出个准备冇。也农民吼，头摆来讲也加动过无命。无命的状况之下，加动的产业也莲雾产业是我临别，我客米的蔬菜的命的在打怎样度？也哈变那讲，我们要去跟农民数呀莲雾来分安尼，拿去拍卖市场来卖嗨。变那讲农民呀农面的意思就会讲呀莲雾伊呢要从上伊个海，伊要变我哋最东方的时间，要变最好的、最漂亮的呀莲雾。大概咧，看得到咧，最漂亮的。嘿，哎呀，变啦，我好的本来数，那就像我哋中国是讲的呀，我好的东西来做样的品牌。变啦呀，莲雾好的本来拿走咧，农民伊买出伊个家私，无法度到伊呢上会达到的呀目标。所以讲伊呢无上个本来呢，但有时间呢，总归是稀个米，嘛无多不卡地都有本人脚出来咧。安尼哦，安尼总归是能用办去突破一个困境哦。其实如果说到这样子，真的是像仁丰所说的可能真的是要流眼泪其实刚开始在打拼这个品牌的时候，早期其实佳冬的莲雾其实蛮不错的，但是那时候就是说在这个销的方面，那我们可能是真的做得不够好，农会可能做得不够好，所以让我们的果农就对农会这样子的一个产区，它是没有信心的。所以我们那时候的果农其实是往外跑的。那不然就用自己的品牌去做外面的行销。那我还记得当初那时候我在当指导员的时候，那其实我是一线辅导我们的产销班。那我到班里面去，我们的果农他用他的莲雾去装其他乡镇的箱子，其实我看在眼里，我是觉得真的也蛮难过的。那我会跟我的班员讲就是说为什么你们要把自己的莲雾去穿别人的箱子？但这是很现实面的，因为他觉得他觉得说用别人的箱子装，他会比用我们自己的箱子装还卖得有价钱那其实这个对我来说，对我当时候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啦。那我想说，佳冬这么好的莲雾，那今天我们的果农为什么他想要去穿别人的衣服在市面上流通？那其实是我们自己要去做思考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说，有一天我希望能把这个局面给扭转过来那我就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然后那时候我开始就有机会，就在民国89年的时候，我从指导员那时候就升上当主任，然后刚好碰上农委会在辅导这样子的一个品牌，那我就想说，机会来了我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建立，然后把佳冬很棒的一个莲雾给
给推销出去。但是这样子在之前的一个果农对我们自己都没信心，你如何让这一些人对你有信心，愿意把他自己认为是最好的莲雾，然后交给你来去为他去做行销？这是要跟他取得到很大的一个信任感哦。所以刚开始我们也就下到村里去跟我们的果农沟通，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的莲雾，把这个你的觉得比较品质比较好的莲雾，你交给我们来卖。那对，我们来替你去卖这样子。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对你都没有信任感的时候，你要叫他把它最好的，而且是他所有的莲雾里面是最好的，你要叫他把这最好的莲雾交给你，那其实是对一个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哦。那当然那时候我们也常常这样子不厌其烦的去跟我们的果农沟通，那总是会碰到有一些果农就说好吧，那我们就给你试看看哦。那我还可以分享一个，就记得说当时候的一个情况很糟糕哦。那有一天我就跟我当时的总干事，我那时候当主任嘛，那我就跟我当时的总干事，我们两个就到我们的很棒的在职品质很棒的果农那边，我们去拜访他。那我们就希望说，你可以把你的品牌的这一块，然后交给我们来卖，那我应该可以替你卖到好价钱。那时候，因为我们刚开始在推嘛，其实他对我们也是存疑的。他说：“你可以吗？”他可能他没有，但是他嘴巴没有这么想，说你可以嘛，但是心里是想说你们可以吗？面红就有点用的那种怀疑嘛。对，然后他就说：“好吧，既然你们都来了，这么诚意来了，那我就用2盒给你试看看。”他就用了2盒给我们试看看。然后其实透红佳人品牌的一个盒子的一个包装，我们是有控管的。我们是看你的莲雾可以的话，那我们才可以说拿这个盒子可以去装这个莲雾。所以他说2盒给我们试看看嘛，我们就带着2个盒子给他装这样子，然后装好，然后他就让我们带回去办公室，带回去农会的那边去上共同运销的车子嘛。那一位果农他就把他的，其实上共同运销的话，箱子是用果农的代号，它并不是写名字哈。然后我们这个果农就把那个代号写在那个很漂亮的盒子里面。然后我们就把这2盒带回去嘛。那时候我就想说，这莲雾这么漂亮，这礼盒这么漂亮，人家如果说买，因为这种是高档莲雾嘛，大部分就是说会买去送礼。那如果你要去送礼的时候，看到上面有写那个代号在那边，是不好看。那其实我基于好意，那我就把它这2盒莲雾就是这样子搬过来，到另外的2个新的盒子这样子。那还是就是再用一个外包装跟它写上它的代号，这样就上市场去拍卖。那其实那天我也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就在市场上拍卖，结果隔天报价回来的时候，刚好它2盒里面的莲雾就是有一个比较大颗，有一个是比较小颗的。结果那一天的价格是小颗的价格卖得比较好，大颗的价格是卖得比较不好。所以这个是市场拍卖，这个这也有可能啦。有时候就是说，刚好你这样子的一个价格的一个反应，那刚好承销人不愿意买单，他可能就是第1轮他就不买。那可能就是第2轮他再来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低下来。那这个价格上的调整，这是在市场的机制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的果农是可能就没有办法去了解这样子的一个意境啊。那或许他对我们也是不信任，所以说他就误会我们跟他偷换莲雾。挺严重呢。对呀，所以从此我们就背了这个黑锅。那主持人你说嘛？他会不会跟人家说？他一定跟人家说，农会跟人家偷换莲雾。那其实我们是背了这个黑锅，你知道没有？所以就这样子，现在果农接下来也就真的没有再来了啦。那就是这个是其中我们那时候在推品牌的一个还蛮心酸的一个小故事、小插曲啊。对啊，其实我们是好意，我们是想说让它更美一点，然后可以价格更好一点，那变成就是这样子阴错阳差，结果就被误会了。虽然讲有一个小插曲，不过好彩有农会啊、总干事能按坚持一步一步行到更加，让本一个挑风家人一个按好的品牌可以顺利推出嘛，吼。对啊，没错。哇，观众朋友，听到一片张底下讲，真是打造一个好的品牌实在无简单呢。好彩有农会安尼听说农民朋友继续行到更加，让有按好的品牌推出哦。不过谈讲家中的生果，唔单单係安尼哦，还有更厉害的哦。我哋休息一下，马上过来。
好的水果可以选做一个按好的品牌地位内容，不过唔好的水果呢，又能按样板来做呢，又能继续来请教总监制咯。总监制，头都有讲到人哋一个好的品牌啊，地步係選各好的最好的嘅水果嚟做嘛。啊，唔過唔好的水果呢，頭都係有談講啊，唔能地步有嘅劣果嘅水果，唔看將比下來一些是繼續做唔到做一個挑風家人嘅品牌地步嘅嘛。啊，一個水果用板來處理啊。对啊，主持人你问得很好哈。那其实因为这样的一个品牌建立，如果整个一个透这样的莲雾，其实我们也帮我们的果农赚到还蛮多的一个价差，也可以增加他们的蛮多的一个收入哈。但是就是因为极端气候的影响，那变成这样子的一个劣果的一个情形，从早期的20%到现在有时候可能会来到50%哦。那只要劣果，其实劣果它的莲雾是一个成熟透了，然后就裂掉，其实它非常的好吃，但它是整个的一个卖相比较不好。那这一块的一个价值就会比较不稳定。那其实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怎么样如何解决，帮我们的果农来解决这个劣果的问题。那当然就在有一次的一个因缘机会之下哈，我认识高雄餐饮大学的营运中心的主任哈，那现在已经升当院长了哈。那之前是营运中心的主任，有一个机会在跟他在聊天，那我就把我的想法跟他说，其实一直我想为这个莲雾的劣果去提升它的一个价值。那时候玉秀主任就说他可以帮忙这一个的一个研发。我们都知道那个莲雾它是90%都是水分，其实它研发加工品是非常的困难哦。都有水分啊，那你做果棍嗰種應該做唔好來吧？对啊，就是那時候其實我也很質疑，因為蓮霧產業到現在已經很久了，那在蓮霧加工品這一塊就大概大家都沒有很棒的一個想法。然後那時候那個玉秀主任就提說，他可以幫我們去研發果乾，還有我們的果醬哦，那甚至我們還有糖漿。其實這3種我們都已經研發出來了，但是我們是逐步讓它去做市場反應的一個測試。那所以這1-2年，在2年前我們就開始我們上市我們的蓮霧果乾。那等一下主持人可以試看看，我們今天有帶一些成品到現場來。真的嗎？對，真是我沒試過酸果的果乾呢，跟送紅的還蠻個明顯啊。對，真的蠻特別的，因為我們是用比較新的一個技術，我們用低溫去乾燥它，我們整個一個乾燥的一個時間拉得比較長。然後它完全無添加，所以你可以吃到蓮霧的它原來的一個纖維，然後它微果酸，再加上它的糖度，整個水溫抽掉以後是非常的好吃哦。然後加上它是一個低溫乾燥它，所以的整個口感是一個 QQ 軟軟這樣子。然後主持人可以試看看。要個是用貴粒的酸果去做嗎？對，它就是整顆我們從這樣子，你看它是一個心形的一個形狀、哦。應該要按的。對。可能嘛有看到嗎？對，愛心形狀的那個果乾，那就會把裂果那個地方，我們就會把它切除掉，然後這樣子就這樣縱切這樣子，然後我們用低溫技術去乾燥它，所以它整個蓮霧的外表的顏色紅色它都留住哦，還有它整個的一個纖維，你也可以吃得到它的纖維感，就像吃到蓮霧的果渣一樣，然後把水分給抽掉，你是不是可以吃到它的酸微果酸，還有它的一個甜度？它整個濃縮真的蠻好吃的。觀眾朋友，我第一擺試到一個酸果的果乾哦，我覺得啊，頭都拿紅來批的時間，其實批紅來冇乜個酸果的面線，唔像其他人哋黃梨啊，嗰條果乾哦，拿紅來批就有個水果的面線，有個冇，我感覺，奇怪，有個冇酸果的面線，結果試下去啊，哦，真是呢，就像總幹事講的。個酸果的面線馬上都走出來，是擺酸酸，啊是擺甜甜，啊全部都係酸果的面線。對啊，沒有戀愛的感覺啊。哦，真是應該要拄好其他個形狀，現在迄個愛心的形狀，這是個本個初戀的感覺呢。哇，真好吃呢！人家以前講過，酸果要個做果乾有冇？可能清早。啊，因為酸果係有水分的嘛，做果乾冇乜個好食的呀，結果冇想到，吃紅了，很貼片呢。真的蠻特別的。其實我們已經上市了2年哦，那我們一直在市場的一個反應測試，那我們是覺得說消費者還蠻能接受的，對它的一個好評。當然，蓮霧是以鮮果為主嘛，然後在非產期的時候。如果吃這樣子的一個蓮霧果乾還蠻特別的。那最大的一個好處就是說，可以幫忙我們的果農解決掉它裂果的問題。
为它的一个莲雾产业去创造它的附加价值，这个是我们最希望做得到的。所以我们未来我们就是希望为它能开拓更大的一个行销通路，让这个通路给做广，那就可以帮忙我们的果农解决掉这个裂果的问题。真是的，中关省呢有一个想法挺好的，因为以前啊，我们在买酸果的时候，有时间跟农民朋友都同我们讲，除了買一個好的酸果之外，有10塊8塊來的，算唔能夠便宜啊，唔能夠去買嘛。有時間人就會去買啦，啊，可能落個油嘛，嘅8塊來的部分都會過多。冇想到，農夫想到一個想法，本地人的附加價值可以提高，又可以唔會弄係一個農產品，幾好呢。對。未來我們不止在蓮霧果乾，我們還有在蓮霧果醬跟蓮霧糖漿，這個我們都已經研發出來了哈。那未來我們先把果乾先上市，那未來我們會把糖漿跟那個果醬去做市場定位，我們陸陸續續都會發表這樣子的一個上市。安尼來睇個農夫係去研究一個加工品的時間啦，能同個學校合作，民眾的反應。總能回饋農辦啊，主要是因為收入有增加。伊也下來講，果外品的部分吼，伊家私來講，也都東西多，也係多市場的。市場的家私一定會降落來。降落來也係變那個也蓮霧的家私會變那個一種模案吼，好的。每本也發揮也對位家私中放下落來。俺哋屯也果外品的部分，俺哋提數方來也係，因為市場方中可以有可好的俺哋本市場方來賣是鮮果，是也鮮果的部分。哎呀，個冇的個費事咧，俺哋拿方來做加工品嚟。農民的反應是唔會差。反正農民朋友都會頭前嚟講嘅嘛，佢哋佢樂意見到講，其實有個好嘅，可以賣得出去嘅，咁唔好嘅，頂多可以來做一個加工品，就唔會弄hết，係啊。一般嘅民眾咯，佢哋食到一個果乾，係咪像係感覺強用真神奇食到一個蓮霧嘅果乾啊！曾經有一個我嚟睇台北的世貿展覽的時候，有一個孕婦。有啲孕婦人買過，來試過，伊講伊食落去也係一個人買，伊講伊食也對伊嘅生意呢唔會有排斥的感覺。那小朋友有比如說那個孕婦他們肚子裡面的小朋友的時候，他們可能會有一些問題。如果說吃到一些發酵的東西，發酵的東西也會感覺小孩子會過敏，那個會不好，但是。伊適當然咧，蓮霧果乾的時候也冇安尼問題，所以有夠回嘅。因為農夫一個果乾佢冇加添乜嘅東西嘛，佢想用低溫乾燥烘焙嘅方式，將人哋好嘅酸果幫佢變做果乾。其實安尼係一個輕天然、輕好嘅食品啊，錯冇？係啊。蓮霧果乾它是一個完全無添加的一個果乾哈。那剛才仁豐也有分享，就是說孕婦嘛，她有時候對食物會比較敏感，那可能就是會就覺得有不好的反應。那一年我還記得，就是說我們在世貿展覽館去做展，就是把蓮霧果乾推給消費者知道嘛，去做展場。然後那個孕婦就曾經這樣子回饋給我們，所以讓我們覺得也是蠻特別的一個分享。那我們在那一天就是剛好也有一個董娘，她剛開始就來買2瓶，然後不過多久又再來買。那我們就在想說，這個董娘怎麼對這個果乾還蠻有興趣的，就打扮得還蠻時髦的一個老闆娘。那後來我們才知道是展場的一個董娘，所以她那一天呢，總共買了28瓶。對，他一直覺得說很棒的一個果乾，然後去分享給他的好朋友去吃這個果乾。所以這幾個例子都讓我們覺得說，我們的果乾在市場的一個接受度應該是會蠻不錯的。那你中公司頭先有講到除了果乾之外，還有果醬同嘅糖漿嘛，糖漿嘅部分。你果醬同糖漿嘅部分，其實又可以做農辦嘅料理呀。像我們的果醬的話，那我們的果醬也是完全無添加，就是說
完全的是一个的手工果酱。那我们现在把它的市场的一个定位，就是说可能会定位在比较小瓶的一个伴手礼的婚礼的一个小物品那样子的一个市场反应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莲雾糖浆，那莲雾糖浆它变成它就是可以做很多的一个搭配，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跟我们的气泡水去调和，就会很好喝的一个莲雾气泡饮。那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松饼那我们上面会拌着莲雾糖浆，然后也放我们的莲雾果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莲雾松饼。其实我们这1、2年有在测试这样的市场反应，还蛮不错的。那我们现在慢慢研发说类似提拉米苏之类的，都可以用这个果干跟果酱去做融合。未来我们还会开发更多的一个商品那希望说为这个加工品带来更多的一个商机。故说也就加工品睇农夫的东，可能都买得到嘛。现在我们就是说，果干现在可以买得到，那果酱跟糖浆是我们下一波的一个对，已经研发出来，但是还没有正式上市这样。无眼糖到总干事唔安尼介绍，我马上就想走啲加东西吃一下，有个亲戚的果酱啊同糖浆，哇，真是亲戚片呢。对啊，还蛮特别的一个莲雾加工品，而且是突破以前都还没有办法去做出来的一个产物哈。那我们其实跟高雄餐饮大学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产学合作，我们对未来的一个加工品还蛮有信心的。好哟，希望下一阵明年落去加工的时间都可以先来送那些有个安特别的加工品咯。对哦，欢迎主持人来哦。好啊，哇！观众朋友，今日听下总干事给人带来安精彩的故事。张底下讲，原来农夫唔但想买安好的水果分大家，结果呢，农民朋友讲冇一个选果，今日也听出想办法同佢做加工品来做收入哦。今日请感谢两位来到现场带来安精彩的故事，感谢两位。多谢主持人，多谢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好朋友们来嘉东吃好吃的莲雾，带很棒的伴手礼。好哦，希望马上都可以来去加东的哦。观众朋友，坐喺安久的，我哋先生听段欣赏来做演出吧。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哦。今日我要教大家是下半身的一个臀部吊式的运动哦。能准备好了吗？好的吧，请放起来，臀身上痛下来做运动的哦。来先做一个暖身操哈，2只脚来打开来，好来做弓箭步。打双手，做伸直，手尽量不用松。慢慢的臀脚转过来，骨下去，脚7条，骨下去，再并侧。也可以消除我们的大腿的内侧肌赘肉哈。慢慢的走，训练你的肌耐力。来加双手，伸直，骨下来。
我刚刚的大腿哦，可是酸软呢。好，过来绑成的大腿肌肉，再压低。好，慢慢的放起来，再慢慢的弯片。鼓下去，来加上个数哦，数伸出，哈，鼓下去，再伸出。过来，臀的脚打出来，来绑到我们的大腿的外侧肌、臀内侧肌。可以发再下去一些，手不用停来，肩膀往下压。好，慢慢的过来。更加来，开好四足跪姿，两只手好，不用个挺来风，尽量用个手中好大口来，好不用稳哦，好脚踢出去，一喺上面哦，好不用个挺上面来做踢出去的动作，一停留在空中，二。3、4、5、6、7、8、9、10。好，慢慢的下来，休息一下，你的背囊打出来。好，放起来啊，来弯片，脚打出去，踢出去，停留在空中。好了，踢10下，1、2，记得你的膝盖要打直，3、4、5、6、7、8、9、10。休息一下。同样的动作，再来做一摆。1，停留在空中。2、3、4、5、6、7、8、9、10。弯龙搭车。好，紧张慢慢的放起来，来弯片，脚踢出来哦。好，停留在空中。1、2、3，注意你的膝盖，看你有伸出来冇？5、6、7、8、9、10。过来休息。
好，慢慢的放起来，更加注意看哦，脚踢出去，好，慢慢拍，鼓来时间，低后背交叉，再看一摆，低后背交叉，用的另外一片，好，1、2、3、4、5、6、7、8、9、10，做4下来休息，要记得继续呼吸哦。慢慢的放起来，更加来弯片的哦，能着重在下半部哦。1，好，交叉弯片，2、3、4、5、6。慢慢的做，我们刚刚的肌肉一直在延伸收缩。好，好嘞。放起来，更加用杂数伸出来，慢慢的低后背，用的脚腕，先一杂数入后诶，另外杂数延伸打直，好，更加来弯片，用的脚踝。出来，再摆，记得咯，我们师傅低前面哦，我们可以坐下来哦，低前面往前推，过来，好，弯片。好，利用杂数，好，慢慢的一杂数先放，用杂数，好，来做一个缓和的前面休息室，腰椎。胸椎，将紧慢慢的放，下再起放来。今日的动作记得了吗？记得了哈，安尼好好运动，下摆长来了哦。